各位巴士迷朋友，歡迎來到第9集挑戰港鐵。上集講到港鐵同巴士打成4-4平手，戰況可謂相當激烈。今集巴士迷再接再厲，投選出王牌路線應戰，入 KMB 182 King 同 KMB 48 Sting 建議，獲得68位觀眾朋友大力支持的九巴263。究竟263能否幫巴士隊再下一城，創造5連霸的佳績呢？今集的挑戰項目是由沙田站出發往屯門站。明明沙田同屯門在地圖上看似不遠，但偏偏因為港鐵走線同發展等因素，搭鐵路反而顯得這麼近，又那麼遠。根據港鐵資料，由沙田站去屯門站需時62分鐘，中途要轉乘一次，車費22元。只要九巴263能於62分鐘內由沙田站抵達屯門站，就可以為巴士隊順利奪得5連霸。說起九巴263，它可是來往沙田站及屯門站的精華路線，取道城門隧道及屯門公路，全程罕有地只得8個站。它更是目前沙田區唯一一條提供全日往返屯門區的巴士路線。這條路線的發展歷史也相當有意思。1991年九巴開辦263前身的空橋旅遊線263R，當時只在假日服務。1996年沙田總站遷往沙田站現址，2002年7月28日正式提升至每日服務，並改編號為263。2004及2010年逐步遷往屯門站現址，到了2012至2013年，更加入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網絡，令服務範圍進一步擴大。現時由沙田站開出，服務時間為每日5點50分至午夜12點15分，每6至25分鐘一班車，平日下午繁忙時間班次最密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實測結果公佈。今次263的表現簡直大驚喜，由沙田站去到屯門站，一程車竟然只用了40分鐘，比港鐵快了足足22分鐘。恭喜263挑戰成功！憑藉一程直達，不用轉車的優勢，加上平實的車費，再次完勝港鐵，為巴士隊成功反超前一局，創下5連霸的輝煌佳績。目前總比數正式變成4-5。感謝大家的收看與支持，請大家繼續加油，在下面留言建議下一集你想看到哪條巴士路線挑戰港鐵，記得要指明起點同終點站，順便給自己支持的路線點個 like 啊！今集就到這裡，我們下個月再見。